喺香港嘅夏季，室外天氣炎熱，喺咁樣嘅環境下，我哋要點樣度過呢？仲要加埋劇烈嘅陽光直射，連室內溫度都受到影響。行入社區，我哋發現屋苑必不可少嘅裝置就係冷氣機啦。家家戶戶都安裝冷氣機，但係如果我哋大家都開冷氣而應對高溫，咁用電量，咁應該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？太陽能皮膚。而家我哋睇下呢款太陽能皮膚嘅內部結構，佢可以安裝喺樓宇外牆度，靠導軌支架同原本嘅牆身隔開，留出通風空氣層同安裝其他設施嘅空間。最外層就係太陽能板，一方面佢可以遮擋陽光，仲可以將太陽能轉化成為電力。中間有隔熱背板，減少熱能由室外傳入屋企嘅室內。底部仲有小型嘅散熱風扇，佢可以靠煙囪效應將聚集喺空氣層入面嘅熱空氣排走，避免持續升高外牆嘅溫度。而佢嘅電力係由外層嘅太陽能板供應，做到自給自足，唔使格外用電。我哋而家不如睇下一個簡單嘅模型啦。喺未安裝太陽能皮膚之前，陽光就會直射建築嘅外牆，呢個時候就會發生熱能傳導，外部嘅輻射就會傳到內牆，而內牆就會進行二次輻射同埋室內嘅空氣對立，最後呢啲熱量就進入室內，導致室內嘅溫度上升。反而喺加入咗太陽能皮膚之後，太陽能板會首先物理上阻擋陽光，跟住再由隔熱背板減少熱量嘅進入，而剩低嘅熱氣都會通過通風空氣層向上排出。咁呢套流程落嚟，因為熱能傳導而進入室內嘅熱量就已經大大降低啦。因此，當室內嘅溫度唔再變得咁高，或者溫度已經達到一個令大家可以接受嘅範圍，自然我哋就可以減少對冷氣機嘅依賴，用電量就可以大大減少。